西对大了我，要多提升，我一切帮山对着兄弟来，一切众生一切大所在。第二站，我所不为何你看也做所的平安，所不虚理，我都民的观光，教可帮赞，住在什么区，活过一些人，一马多兵，过你莫困兄亲。好，第二首441首，上帝圣神因带保护。441首。再来第一站，上帝圣神因带保护，只要会阳会我路，我命困我身的火下，就我给我就是条。去所列领因所经律所问的那个听，勇敢前进，请求流动，请为那所在经过。歌词吼唱着哀摇吼，敢若咱原来唱上帝听痛吼太吼原来的歌词吼，咱唱敢若毋是安尼，咱这圣诗敢若有改过吼，咱第一集再搁唱一摆。好来，上帝圣神因带保护，只要会阳归我路，我命困我身的火下，就我给我救兵条，修所列领因所经律所问的那个听，勇敢前进，请去所到，最会的所在经过。好，请咱准备心，然后带手机啊，请咱关机啊，是关做震动，是啥？
耶和华是我的高台，是我的避难所，伊是我的拯救，嘛是我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伫沙漠中为我开江河，伫旷野内替我开道路。我的心静静专务听候上帝，仰望伊的慈爱。我要一世人徛伫耶和华的厝，直到永远。这时，咱要来吟唱圣诗《俄罗上帝》。圣诗242首，请会众起立吟唱。咱议员徛咧，大家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基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，并是死埋葬灵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告我受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另外无名。
会众请坐。咱三甲来启用，启用第片篇，也是诗篇23篇，咱做伙来启用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互我新的气力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作伴。咱同心来祈祷，听我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过去一礼拜的保守，互阮拢会当平安的经过。感谢主，组织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，学了你，这是最好的福气。天父上帝，阮特别为着东门巴克利教会献上阮满心的感恩。今年是阮教会建堂100年，过去的时代，你一步一步带领阮的前辈，一点一滴来开垦教会。互人拢有热心、虔诚、服侍、听主、听人，才会当互东门有今仔日的成就。这拢是主你的恩典甲保守，嘛求主上帝继续使阮带领阮东门教会，扶持阮会当继续做伙，甘心合意，行你的旨意，得主的欢喜。主啊，阮嘛要为着阮教会所来聘牧的事工，一切计划仰望交太主，求主祝福聘牧的同工。有上帝所赐的智慧、勇气甲气力，经过祈祷恳求，照主的旨意，为东门找到更较适合的牧者来带阮这场羊群，嘛，互阮未来的教会会当搁提升进步，搁引带愈侪人来明白真理。天命的主啊，我嘛求你赦免阮的罪过，因为阮人类因为家己的自私贪心，无明白主。互阮即马国家甲国家的战争，互济济百姓受苦死亡，求主保守。我嘛要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，特别是阮台湾伫中国对阮的威胁，互阮的百姓心活充满了惊吓不安。求主掌权，顾阮台湾，顾全世界，互和平充满伫个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帮助阮甲人的和睦，互愈济人。愈侪疼来补满一切欠缺甲伤害，所有的荣光拢归乎你。所来，我要请陈牧师来讲道，求主高我牧师的喙，祝福伊今仔所讲传道的信息，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成就造就。阮安尼感谢、阿乐、恳求、祈祷，拢是我靠主耶稣性命来求。阿门。这是我要请信歌队来吟诗，乐主荣光性命。我
感谢献歌队用诗歌来娱乐上帝。接来，咱来听讲述上帝的话。今仔日出伫个出埃及记第16章第1节到20节。以色列人全体会众对以琳出发，伫离开埃及了后，伫第2个月15日来到以琳甲西奈中间的神的旷野。因伫遐埋怨摩西、阿伦。以色列人甲因讲：阮宁可伫埃及地死伫上主的手头，迄时阮有规鼎的肉，有饼通食甲饱。恁甲我带来到即个旷野，是要互阮所有的会众拢饿死是无？上主对摩西讲：我要点推落绵牛，互恁，恁逐个人逐日着出去捡迄一日的分。我要安尼试验因，看因有要遵行我的命令抑无。到第6日，因着准备2日的食物，捡平时的中杯。摩西、阿伦对以色列众人讲：今暝恁就会知，带恁出埃及地的是上主。明仔载早起，恁会看见上主的荣耀，因为上主有听到恁对伊的怨言。阮算啥物？恁竟然埋怨阮。摩西佫讲：上主会互恁每时的肉通食，日时有米牛通食甲饱，因为恁对上主的怨言，因拢有听到。咱算啥？恁毋是埋怨阮，是咧埋怨上主。摩西甲阿伦讲：你着叫以色列人全体会众来到上主的面前，因为伊已经听到恁的怨言。阿伦伫咧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讲话时，因看见旷野有上主的阳光伫云云中现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着甲因讲，到黄昏，恁要有肉通食，早起时有米牛通食甲饱。安尼恁着知我是上主，恁的上帝。暗头仔有因从飞来，看满规个营地。透早，营地四围有一顶露水，露水打去，因看去旷野的地面有细细圆圆的米，幼幼的亲像霜。以色列人看到，毋知影是啥物，互相讲来讲去，这是啥物？摩西甲因讲，这是上主互恁食的米牛。上主安尼吩咐，恁着捡逐个人会当食的分量，一个人2公升，照加来的人数去捡。以色列人照安尼去做，有的捡侪，有的捡少。到用器具牛的时，捡侪的人无剩，捡少的人嘛无欠。逐个人拢照因食的食量分量去捡。摩西甲因讲，毋通将剩的留到过早起。毋过有人无听摩西的话，将剩的留到过早起，就生虫臭去。摩西就对因受气。愿上帝的话刻伫咱的心内。讲道，咱今仔要请陈牧师替咱讲道，伊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供应。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真欢喜会当搁一遍进入上帝圣殿来敬拜伊，愿上帝所赏赐的稳定平安，甲咱每一人三甲伫地。会早起，咱要对出埃及记16章来看一个主题：上帝的供应。圣经伫创世纪37章开始讲到约瑟的故事。雅各的囝约瑟伫17岁时，互因兄哥卖到埃及做奴隶。奴隶照一般人来看，是一个无愿望的人生。总是伫创世纪39章，拢总出现4摆。第2节、3节、21节、23节，才安尼写。才讲耶和华甲约瑟三甲伫地，互伊逐项行通。耶和华甲约瑟三甲伫地，所以约瑟伫30岁时做到埃及的宰相。替当时的法老王经过7年的大丰收，所以全国的册庄囤满满，囤这粮食、线接
佮经过7年的饥荒，所以约瑟伫遐帮战埃及，经过14年丰收甲饥荒。伫约瑟39岁时，伊老爸雅各带伊全家来到了埃及，因伫遐团圆。法老王嘛将埃及地上好的土地，就是蓝色的所在，赏赐互因徛起做产业。伫这7年饥荒的中间，有真济希伯来人、逐所在遮的人，因为饥荒，因逃闪迁徙到了埃及来徛起。所以经过430年了，以色列人伫埃及拢总超过200万人。伫出埃及记第1章第8节有讲有毋捌约瑟的王起来治理埃及，所以这个王将以色列百姓看作奴隶来款待因，互因做苦工，互因感觉命真苦。虽然是安尼，以色列人生产侪，所以这样代志，互法老王真紧张。伊惊讲万一，然后隔壁国家要来攻打因，这个以色列人若甲因联合起来，对埃及真不利。所以伊就命令这个产妇，讲恁去生捡囡仔的时，若生着以色列人若生着查甫婴，就马上甲因等入去河内底。查某婴会使留因的性命。虽然是安尼。出来记第2章，上帝保存一个希伯来人的囡仔的活命，佮互伊去互法老王的查某囝捡去养饲。所以这个法老王的查某囝，家号名叫做摩西。摩西意思就是讲，因为我对水里救伊出来。我本来圣经写讲，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我想摩西这个名，咱伫台湾。咱一定要号做水生啊，啊无就水来啊。伫水生出来，对水来。就因为安尼，摩西伊真做埃及的王子，伫细汉伫王宫内面，伊接受上正统的方式的教育。有一日，伊到了宫外，看到一个埃及人欺负一个希伯来兄弟，所以摩西出手来拍死这个埃及人，递到法老王知要杀伊。所以摩西只好逃走到入米甸的旷野，伫遐40年久，过着上孤单、上失志的生活。第3章，伊下了山，耶和华对摩西显现，将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这个大使命交代伫摩西的手，所以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的历史。规本出埃及记。咱知对以色列百姓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载。出埃及记40章会使分做3部分。第一部分是第1章到12章，是描写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要出埃及以前因所准备这个工课。13章到18章是讲到上帝的权能。伫主前1446年，上帝怎样带这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到伫西奈山下面的过程。19章到40章是伫西奈山骹，上帝颁布律法，甲启示会幕才情形。所以规本出埃及记是咧讲起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受捆绑，上帝拯救因出埃及。伫旷野漂流40年久，伫遐接受上帝管教，甲上帝供应的历史。以色列人的历史真亲像咱台湾人。伫咱信主以前，咱受魔鬼的控制，受魔鬼的捆绑。上帝拯救咱，脱离魔鬼的手，信主了，互咱成做伊的百姓。会当伫教会接受上帝的管教、上帝的栽培。伫美国有一套真出名的字典，叫做 Webster's Dictionary。这个 Webster 是一个基督徒，伊当伊完成这本字典的时，有人来访问伊，问伊一个问题，问伊讲：你一生中间
影响你上大是甚物？伊伫遐回答，伊讲：我知影上帝是可靠的上帝，这件事影响我的一生。上帝是可靠的上帝，所以咱来当认捌一点，咱的人生要诚做无相像。你做代志的动机，你生活的快乐，要诚做无相像，因为咱的上帝是可靠的上帝。所以，会使去第一点，我要甲咱分享的就是，人的日常生活是倚靠上帝来生存的。咱人若差不多3分钟无空气，那么人就无法度生存啊！咱禁气禁看卖，有啥物人会当超过3分钟？所以3分钟无空气，咱就无法度生存。这属上帝若无互咱雨水，无互咱日光，所有地球这些动物、食物，拢要消失。所以无怪诗人讲，上帝啊，连海里的鱼嘛拢仰望你的养翅。上帝真正是人生存的倚靠。咱看以色列百姓，因虽然是上帝的选民，总是当因拄着困难的时，因就袂记咧这点。当因伫旷野无物件通食、无水通啉的时，因就袂记咧上帝毋但是创造的上帝，是拯救的上帝，阁是供应的上帝。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拄着困难的时，无水通啉、无物件通食的时，因所想到的是甚物？因所想到的是埃及的供应。伫埃及的时，我有规鼎的卤肉，有虫仔通食。咱看出来记24章，这以色列百姓拄拄经验上帝带因出埃及，经过红海，伫迄个绝望的中间，上帝为因伫海中开路，互因经过。因拄拄经验过上帝拯救、上帝带领，总是到了16章，无物件通食的时，因开始埋怨摩西、亚伦，对伊发怨言。因讲：恁带阮出来遮，是要叫阮饿死吼？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有偌济的基督徒是靠世界的资源，毋是靠上帝。小可拄着困难的时，因伫遐袂记咧上帝是供应的上帝，是咱所倚靠的。人若无倚靠上帝，人生活就亲像迄个无定、没有锚的船。当你拄着大风、大风的时，你无法度徛条面对你的人生。所以你所认捌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，就要影响你的一生。John Hamilton 伊写一本册叫做《上帝面》The Face of God。伫这本册内面，伊讲有一个人叫做威廉，这个威廉有一届环游世界一年。等来到伊国家了，有人问伊，讲你世界踅一年，你印象上深的是甚物？伊伫遐想一时啊，伊讲一个国家，你所拜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，就要影响这个国家。换一句话，就是一个民族，恁所敬拜的神是甚物款的神，就要影响这个民族。伊举一个例，伊讲伫印度。伫几啊千年来，因所拜的神，或者印度百姓生活伫丧乡、困苦、轮回、阶级制度下面，跳袂出来。伊讲：你若甲即句话搁缩小，就是一个人，你所敬拜的上帝是甚物款的上帝？这个上帝就要影响你的一生。伫旧约圣经内面，摩西五经有用2字，伊要来问来。称呼上帝，第一个是 El Shaddai，El Shaddai 就是大权能拯救的上帝，就是全能的上帝。另外一个亚伟就是耶和华，意思就是永远存在不变的神。所以旧约是用这2字来表达上帝的性格，人对上帝的认捌，是全能的上帝，嘛是永远存在未改变的上帝。咱看上帝怎样拯救以色列百姓，
用10个新者带因对埃及出来。伫旷野，日是用风挑，暗时用火挑来引出因头前的路。总是这以色列百姓拄着困难的时，因就袂记咧上帝，埋怨上帝。兄弟姊妹，什么是咱灵性的致命伤？我常常甲会友讲，伫教会内面，当人伫遐开始批评、互相批评、互相攻击的时，咱的灵就伫遐受真大的损伤。当你开始埋怨、开始批评的时，迄位El Shaddai耶和华的上帝就离你哪远。上帝是全能、永远存在、袂改变的上帝。今仔日，咱日常生活倚靠伊，虽然有时嘛会拄着大风大影，总是咱毋惊，因为上帝要成做咱的保护。所以，人无法度离开上帝来生活，人无法度离开上帝供应来生存的这个世界。当人伫遐欠缺、无路通行的时，拄着困难的时，上帝就会甲咱开路。上帝伫遐为了以色列百姓，对天降落吗哪来养饲因。上帝对天降落吗哪，圣经写讲，伫透早起来时，看起来亲像露水，经过一时啊，变做一粒一粒白色的物件。上帝甲因讲：恁去捡来食，照恁的分量，照恁的食量捡来食。第二点，耶和华上帝的供应是逐日的。耶和华伫遮命令因去捡吗哪，伫遐讲照逐个人的分量捡一日的分。我相信因第一届去捡吗哪的时，一定是非常兴奋，用走的，用抢的。家庭内底遐个生活，遐个当鼎拢炸出去，捡偌济算偌济，捡我食袂了，结果第二日臭去。这个供应的神是甚物款的神？伊是要互你学习逐日倚靠伊。上帝并无甲以色列百姓讲，以色列百姓，恁去捡，一届捡1礼拜的份，恁生工，我嘛生工。上帝无安尼讲，上帝甲因讲，逐日捡逐日的量。咱看耶稣教示咱的基督文内底，基督文内底伊安尼讲，伊讲我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逐日有逐日的份，是安怎爱安尼？因为上帝爱咱学习，人是逐日爱倚靠上帝。虽然咱一礼拜只有来教会一届。礼拜再去来遮敬拜，有个人检查来2届参加团契、圣歌队，总是你逐日伫厝内面，你的敬拜、祈祷、读圣经，是每日拢爱，是逐日倚靠上帝来过日子。当咱每日早起拍开目睭的时，第一项代志是啥？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留阮的活命。我有新的一日，所以逐日倚靠上帝，要成做咱的快乐。以色列百姓伫旷野时，当因行到苏尼的所在无水通啉，上帝伫以林用上好的水泉互因。当因行到新的旷野，上帝对天顶降落吗哪，阁互因看见上帝的阳光。因行到离非定的时，无水通啉，上帝命令摩西用拐拍石盘，水流出来。然呢，伫19章的第40到第6节，这是出来集记的中心思想。咱若有笔，你的圣经你会使甲写起来。创出来集记19章第40到第6节，互咱真感动的一段经文。上帝用亲像老爸迄款疼来对以色列百姓讲话。19章的第4节讲：我对埃及人所行的事，恁拢看见。我看见我怎样亲像鹰鸟的实爱恁，带恁来归向我。我担
当恁若听趁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伫列国中，恁要做我的宝贝，因为全地拢是我的，恁要归入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百姓。伫遮咱看出上帝用迄种亲像老爸疼，用咱所会当了解的语言来对咱讲，伊爱咱，亲像婴鸟爱婴囝，爱伫石顶。所以，这个供应的神，嘛是疼咱的神。咱逐日挖苦伊，歇伫伊的石顶，伊要带咱经过人生的旷野。第三点，咱爱守安息日。上帝毋但对天降落玛纳互因食，上帝阁赏赐因一种鸟，叫做烟春，互因有肉通食。总是伫遮，上帝特别交代因一件代志，就是恁爱守安息日。什么意思？安息日是用来敬拜的日子。恁逐个去扣，总是安息日毋通扣。第7日是要互恁安息日，就是互恁敬拜的日。兄弟姊妹，咱毋但肉体上咱需要美娘，咱更较需要是灵性上而且美娘，是对上帝来仰视。安息日，上帝爱咱敬拜伊，上帝要求伊的百姓爱照伊的命令来行。今仔日，咱看人类是安怎伫遐受真大只的灾难，因为人破坏上帝特殊上帝的命令，人无听从上帝的命令，所以上帝赐福就离开咱。上帝爱咱敬拜的日子，咱就爱来敬拜伊，这就是上帝对咱的要求。是安怎人的心会无平安？是安怎人的心会无满足？因为人离开上帝。今仔日，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，就是耶稣基督活命的美娘。人若无耶稣基督，就无真正生命的美娘伫咱的内面。所以今仔日，人真正需要倒来到上帝面前来承认讲：上帝啊，我需要你。求你仰视我。伫纽约有一个真出名洛克菲勒中心，发起人是 John Rockefeller。伊伫33岁时，伊就是一个百万富翁。伊真敖做生意，真敖趁钱。43岁时，伊是亿万富翁。到53岁时，看起来亲像83岁。是安怎？头毛落了了。目睭嘛落了了，胃肠阁歹，所以可能会当食遐个谷类的遐食物。虽然伊细汉捌来教会，总是后来因为趁钱，伊渐渐离开上帝，忽略了上帝。伊可能一直想要趁钱，钱就是人生，有钱人就满足。有一个故事描写伊怎样看重钱。伊讲有一摆，伊卖一只船的马仔到外国，拢总遐个马仔是美金4万块，100多年前美金4万块是足大样的，保险费爱150块。伊甲伊个员工讲毋免保险，气象报告过来这几礼拜拢是好天，这150块呢去保险是假了的，所以迄摆就无保险。结果无拍算，阵一个出港第4日，飓风来啊！所以迄暗，伊毋敢转去厝内困，伊伫咧办公室，伫遐行来行去，想着讲迄4万块的马啊沉落，毋知要安怎。天光早，一个员工来，甲伊讲头家恁哪会无转去困？伊讲我哪有法度转去困？我想着我迄只船的马仔，我哪会困会去？迄员工甲伊讲无要紧，咱甲保险公司的关系足好，我即摆来保险也会付。结果早起，迄员工摕150块去保险公司保险迄台船，结果更较受气的是啥？当即个员工转来时，因收到船公司的电报，讲船已经平安入港啊！我听一个更较受气，
迄日伊无法度上班。伊讲你无代无志，叫我去了这150块是要创啥？迄日伊无上班，转去困。这就是当时的 Rockefeller， 伊就是一直想要趁钱，总是钱遐尼济，伊原无法度满足伊的人生。伊的人生真可怜，总是上帝有缘听伊。伫当时有一个人来甲讲一个好消息，有人甲伊提醒，讲 Rockefeller， 你的人生真悲惨呢。你虽然遐尼好个，总是你过着迄个比宋庸人搁较可怜的生活，连物件都食袂落，人生无喜乐。Rockefeller伫遐醒悟起来，伊重新对上帝来敲找着伊的人生方向甲意义。所以后来，伊就用钱来成立洛克菲勒基金会，为了世界这宋香的国家贡献。伊起医疗中心，研究各项的这病症，帮助真侪孤儿，做真侪慈善的事业。感谢主，活到97岁，总是伫过身进前一段时间，伊有找到上帝，伊有找到真正人生的意义。兄弟姊妹，今仔日上帝互咱真多伊的儿女，我望咱毋通只有停留伫迄个贪恋过去世界的生活，亲像以色列百姓，到伫旷野，总是心内较想的，就是埃及遐萝卜，规顶的萝卜。因看袂到上帝伫迦南地，互因老年老灭的地，无看头前，只有看过去。人的一生，你要挖靠啥生活？你要挖靠家己熬，还是你要挖靠这位逐日养饲你、供应你的上帝？你的灵若夭折，你有偌济钱拢无路用，因为你无法度找到真正生命的意义，甲真正的平安。上帝是改变咱的上帝。今仔日，你若听到上帝呼声，你要重新调整你的人生，倒转来挖靠这位供应的神，不应该只有为了钱，而来浪费咱的一生。有一本册叫做《Second Touch》，第二类接触，内面有写了一个牧师，叫做 Dick， 写了伊的故事。这个 Dick 牧师，伊原本甲真侪人共款，只有为了家己生活，只有靠家己的气力伫世界里走动。有一日，一个朋友来甲讲Dick， 你伫世界趁甲差不多啊，总是你的灵，亲像高大的树，用要无去啊！你知影无？你搁伫遐醒悟起来，伊甲伊的朋友问讲：我着怎样做？伊的朋友甲讲：你爱转来挖靠这位上帝，将你的性命献互伊。你会使甲主讲主啊，求你带领我要挖靠你。对迄开始，你开始转来教会，甲上帝立约，甲上帝讲：上帝啊，我要将我的性命献互你。后来，伊去读神学院，当做一个牧师。总是伫心中有一个秘密，无人知，就是伊怨恨伊的生爸，伊的老爸伫细汉的时放杀伊的老母，伊的家庭，去参别人结婚，所以这样代志对Dick影响真大。伊每一遍想到这样代志的时，伊只有怨恨甲无奈。伊感觉人生是安怎遐无意义，是安怎人甲人爱彼此欺骗、无忠实，是安怎家庭有这个问题，所以伊无法度赦免伊的老爸。有一摆，伊要去芝加哥担任一个培灵会讲师。伊出发进前，有一个亲人敲电话甲伊讲Dick，你的老爸伫芝加哥病院，伊得了迄个咽喉癌。你是毋是要甲看？你要去芝加哥，你是毋是要甲看？所以这样代志，互伊心内起了真大的挣扎。原本伊无要阁看伊老爸，总是已经甲上帝讲，要将性命献互上帝，互上帝引带管理。所以伊伫遐跪落来，
啊，主讲主啊，帮赞我，互我会当赦免我的老爸，亲像你赦免我一样，互我有勇气，会当去对我的老爸传福音。所以伫灵修会进前，伊到病院找到伊老爸，伊老爸已经无法度讲话啊，只会当用写的。伊甲遐伫遐甲伊老爸讲老爸啊，请你原谅我过去到现在对你怨恨的心。我无想到今仔日我会转过来看你，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迄个怨恨的心，求你原谅我，我爱你。伊老爸伫遐流目屎用写的，来讲我的囝，我无打算今仔日会当阁看到你，求你赦免我对家庭不忠实的罪，原谅我。你阁甲伊老爸讲上帝疼你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了你的罪付出代价，你是毋是欢喜要接受耶稣基督？伊老爸甲讲我毋知要怎样接受，所以你搁伫遐带伊老爸伫遐做一个认罪祈祷，伫遐接受耶稣基督。伫遐咱看到一个人，伊过去照伊家己无行无事、放荡的生活，过伊的一生。总是到要死之前，上帝有缘疼伊，上帝有缘接纳伊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疼咱的上帝。无论你行到什么款的地步，上帝疼你。无论过去对主偌济亏欠，伊有缘无气杀你。你开老爸伫遐看到你，佮接受主，心内充满罪受赦免款的喜乐，伫遐无偌久，伫病院内面的过身。弟兄姊妹，今仔日圣神伫逐所在运行，伊要带你倒转来，甲这位创造、拯救、供应的主连接起来，互这个神会当引带保守咱的一生。伊的供应是奇妙的，是可靠的。以色列百姓伫旷野40年，因食玛纳，直到因进入迦南地进前。今仔日，上帝有缘伫逐所在养饲伊的百姓，供应玛纳，互需要的人。上帝用真济咱所想袂到的方法，伫遐继续供应你。只要你肯，只要你对求，咱的上帝的供应永远无停止。但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通过会早起的信息，对这位供应的神会当有更较深的认识。也愿这位供应的神会当成做咱的瓦库，施恩保守伫咱的一生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是创造、拯救、眷顾，佫是供应阮的上帝。阮佫一遍倒来到你的面前，承认你的主权甲苦苦。阮感谢你，伫阮身上所施的恩典。总是主啊，我嘛恳求你赦免阮，常常挖苦家己的牛，挖苦世界资源，离弃你甲阮性命切切的关系。离开你，我无法度做甚物。主啊，赦免阮伫你面前的亏欠。阮恳求你，今仔日佫一遍用你的话语来激动阮的心，阮每一人会当专心挖苦你。头前行的路，求主你继续引带保守供应。阮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感谢牧师今仔会使讲道。接来，咱做伙来吟唱圣诗来回应。圣诗441首，上帝星星引带保护。
咱三甲来用方言来回应上帝的听。会众请坐。接下来我来报告几项事项。第一项是咱3月11号拜三巴克利圣殿学堂伫路加福音，咱伫暗时8点伫咧松台教室。第二项代志是咱后主日3月15第二堂礼拜了后，伫社区发展中心松台教室要召开中职会，请中职团契会长参加。第二项代志是114年度第二学期奖助金申请接受，请符合规定的学子向讲师来提申请表，然后减负咱的成绩单，甲相关资料，申请到3月15下主日早止。第三项，咱本会即个大家注意一下吼，咱本会定伫咧4月25，咱有调整啦吼，4月25主日咱要办主日圣礼典，有洗礼甲参会，要报名圣礼者按今仔日起到3月22早止向办公室报名。3月29甲4月初5两个主日，第二堂礼拜了后会参加基要经理的课程。4月19参加文道会，要报名小儿洗礼，请向办公室报名。报名到3月22号早止。接下来我来介绍，歹势，咱今仔有咱的贵宾吼，汤元明、林新辉，今仔按美国转来，请咱起立，咱家拍扑欢迎。这应该是咱古早同盟的会友嘛，吼，敢是？
50当前的会友吼，咱甲拍扑啊欢迎倒来。好，咱即摆来读今仔的金句吼。我读一摆，大家读2摆。以色列人食玛纳拢总40年久，一直到因来伫个有人住的所在。因食玛纳直到因来到迦南地的边界，出埃及记16章35节。好，咱读2摆。一直到因来伫有人住的所在，因食玛纳直到因来到迦南地的边界。出埃及记16章。咱搁读一遍白话字哦哈，咱再搁一解。以色列人食玛纳拢总40年久，一直到因来伫个有人住的所在。因食玛纳直到因来到迦南地边界。出埃及记16章。咱最后要来吟唱上英的信息，第302首，402首。咱吟2摆，吟煞了后，请牧师甲咱祝祷。咱来领受上帝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、圣神的相通、扶持帮赞，甲恁每一人三角地地，直接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麦倒闭会。